有一个越南籍姓裴的移工，伊伫台中一搭公寓无牌替人做美容手术，除了甲这个目睭皮挂号钉唇以外，佮甲人注射来美容片仔、甲形坎等等，6档以来赚100多万。即马移民署是照这个药事法、甲违反医师法、甲这个女性上班，确定判1档2个月。超出各种注射针，佮有来路不明的玻尿酸佮麻醉药啊！移民署台中专勤队来到台中市中区的一间公寓大楼内底，发现这个越南籍姓裴的私人义工，竟然伫遮非法经营地下美容医疗的工作室。是什么东西？啊？打针的、哦？是要打什么的？要打在手的还是屁股的？这个是打屁股的哈，打屁股的针哦。姓裴的义工原本是制作业的技术工人，7年前家己离开了后，就伫东协广场佮台中火车头附近的公寓，甲人做美容医疗。伊到网络买器材，替人客挂钉唇、修喙唇形、伫形坎、尻川、片仔动手术，或者是注射消毒疗痕，再搁用比行情价1/3到1/5的价效来收费。透过面册顶社群媒体直播来比较手术前后的效果，吸引更较侪人客。为客人进行割双眼皮、修剪唇形、注射玻尿酸、丰胸、丰臀、隆鼻等多项医美行为，现场必查扣来源不明的玻尿酸、肉毒杆菌等各式手术用品，全案依违反医师法及药师法罪嫌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移民署表示，这个移工做非法的美容医疗已经有6年，人客包含越南籍的同乡，各印尼籍的移工，拢总赚超过100万台票。台中专勤队今年9月抓到人了后，就依照违反医师法甲药事法罪嫌移送法办。台中地方法院最近甲判有期徒刑1年2个月，不法所得也全部没收。记者台中报道。